夫们，哟，叫春草姑娘在前头走，你等随后啊。是吗？让我在前头走。是啊，是啊。那你可别嫌我慢。不嫌，不嫌。小红们，哟，抬起来。上喽！哎，我说教夫们啊，你们看，这春草姑娘到底是相府的丫鬟，走起道来这么扭扭捏捏的，多好看呐！可不是嘛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快抬！快抬！老爷，您真是老爷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说教夫们呐，哎，你们这是怎么当的差呀？对不住老爷这，把老爷我给摔出来！哎呀，怎么当的差？哎，摔坏了，摔坏了！哎，春草姑娘，你怎么歇起来了？可真是啊，吃肉的不知道养猪的艰难，这坐轿的哪晓得走路的辛苦啊！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本府我也摔出来了。这个轿子我不坐了，怎么着？我和你一同走路，你看可好啊？你愿意走就走呗。啊，胡大人，你啊，流年不离风淡，厉害逼人往高攀，专属吏部，秦大夫之
夫走了，咱们该走了。什么？该走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催什么呀？催！春草姑娘，咱们那个走吧。要走啊，你们走吧，我得歇歇了。哦，你还要歇多久啊？多则一天，少则半夜。哎，这不成，这个老爷不捣乱吧你？有了，春草姑娘，你来看，这个轿子在这儿空着呢，不如你上的轿去，把你抬到相府，你看可好啊？不行，我不坐。你为什么不做呀？谁不知道这顶轿子是连知府大人所坐？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头，若被别人看见，都说我是个假的，岂不被人笑话？春草姑娘，无妨，只要你把轿帘儿这么一放，坐在里边儿，哎，稳稳当当，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大老爷，行人百姓也就被你蒙过去了。啊！只要把轿帘一放，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，对，行人们就被我蒙过去了。是啊。要是到了相府，把香帘一放，让丫鬟扮成个小姐，不是把她也给蒙过去了吗？啊？你要蒙谁呀？我坐着轿子进府，蒙小姐呀。哦，蒙小姐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春草姑娘，请上轿吧。如此胡知府，在。伺候了。哒。一路上还等我风雷不断，你结果提醒了春花呀。
兄他是谁呀？这倒不知。就是薛梅亭薛公子。公子他为何伤人？只因那无毒强抢民女，杀人行凶，薛公子路见不平，失手伤人，可总算是为民除了一害呀。伤人之后呢？好一个仗义的薛公子，他伤人之后就自首公堂了。原来如此。想那无毒杀人于先，薛公子仗义之兄投案自首，两那之父也未必为难于他。小姐，你想的可倒好，可事情并不是那样啊。怎么？只因那无毒的母亲杨夫人一闻此信，冲冲大怒，命胡知府即刻升堂，定要给他儿子报仇雪恨呐。这便如何是好？小姐，是我一闻此信，只怕公子的性命就在这呼吸之间，来不及回府，我就闯进了公堂。你闯得好。好倒是好，可是人家一看我是个小丫鬟，就要把我给轰出去。那是你便怎样啊？我呀，我编了一个瞎话，趁早说谎话了。你是怎样讲的？我说是奉小姐之命来看知府审案的。小姐，我这个瞎话一说呀，把他们全镇住了。这句谎话说得好。小姐，我假传圣旨，您不怪我吗？你既中深知，我岂能怪你？您虽然不怪我，可还是没有多大用处啊。怎么？只因那杨夫人蛮不讲理，她儿子打死民女之事一字不提，口口声声要薛公子给他儿子偿命。
红颜，门来当当，我要推算，喜得一身穿不见，到小来我正官。吴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春草姑娘，得见小姐多体面。啊，体面呐！是啊，相府的规矩你懂吗？一句话问得我两眼翻。听我告诉你，是要见小姐有3样规矩：三样规矩。 1要低下头，是， 2要少说话，少说话。 3要抱门而进，隔帘相见。是。哎，相府竟似金銮殿，循规蹈矩是1、2、3。抱门而进，亲臣报西安府知府胡进告进。是，时间地来是不见天。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小姐。免了吧。是。今儿个到我们府上来，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？嘿，哟，这位小姐怎么这么嘻嘻哈哈的？低头。是。启禀小姐，卑职有一事不明，特来求教，望其小姐一时相告。说是，只因吴公子打死民女张玉莲，由于失身薛梅亭路。对了，薛梅亭千真万确是我们李府的姑爷，小姐我早就选上他了，你回去快将他放了便罢。如若不然的话，我们写信告诉老相爷，打断你的狗腿，抽了你的筋，打断你的狗腿，抽了你的筋。哎呀，我看见了。在大府之府，竟敢在小姐跟前一个劲儿偷瞧，成何体统？项链之内分明不是小姐。凭什么说她不是小姐？偷天换日放项链，不是小姐是丫鬟，几声傻俏难遮掩，狗尾巴花成牡丹。你敢骂人？好了，亏得本府官场老手，办事认真。如若不然，岂不得罪吴府？待我立即回衙，将那薛梅亭依法论罪，立地杖下。小姐说话了，莫非又是个假的？真假你都分不出来。夫尊大人请转。夫尊大人请转。不错，是小姐。哎呀！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小姐。不必多礼，求话与胡大人看坐。谢坐。胡大人，小姐，贵妇来意，莫以尽知。想那学生持枪扶弱，是手伤人。大人切勿屈尊无福，徇私枉断。下官怎敢徇私枉断？只因官
封闭之效，杨夫人亲临府衙，下官不得不自尊耳。那无上是纵子行凶，朝野自有公论。大人上尊国法，下听民情，何惧之有？这个小姐力不权衡，天下不管，区区太守哪在话下？薛公子若非相府东窗，只怕下官也无能为力呀。因此冒昧进府拜见小姐，但得一言为证，下官只当等因奉赐，心照不宣。胡大人，陈草姑娘，你好不知进退呀！怎么？小姐出面，真相已明，你干嘛还死乞白赖的问个没完呢？春草姑娘，本府若不得小姐明言，岂是那高明夫人的对手啊？婚姻之事，你在公堂讲明，如今只需点头示意，何必当面明言呐？胡大人，小姐，春草之言甚是。是，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，下官告辞，下官告无辞。哎呀，想不到我胡进居然能替相府小姐办这一件大事，从今以后不但前程无虑，而且升官有望啊！陈草姑娘，此事多亏你了。胡大人，小姐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无言呐，万确千真。那杨夫人呢？不在话下。薛公子呢？还不赶快放出来！一定放，一定放。哎呀，不妥！适才杨夫人一怒而去，必然修饰报与吴尚书知道。倘若吏部公文到来，提解凶犯，那是薛姑爷一走，叫我怎样交代呀？你就说小姐有命。春草姑娘，实不相瞒，相府小姐只能吓到那高明夫人，这吏部天官嘛。有了，吏部天官专怕当朝首相，待我修饰报与老相爷知道。求得亲笔示下，那世界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不怕哟。糟糕！春草还不与我进来？哎，来了。你可曾听见？听见了。祸事闯大，我看你是怎样的开销？嗨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俗话说得好，臭媳妇儿难免见公婆。索性过五关斩六将，咱们一同进京，在老相爷那儿抢他个原告。弟弟怪罪哪还了得？哎，老相爷平日喜欢的是您，何况还有我这个军师
相爷，西安府知府胡进差人求见。哦。西安府差人来，事事有意。哇！是王守备觐见。奉命呈书简，相府好威严，未见相爷面。哎，相爷脸色不好，你呀要小心啦。哎，是。叫人心胆寒。卑职先府守备王喜给老相爷叩头面。多谢老相爷。到此何事？啊，卑职奉了胡府台之命，特来给老相爷报喜。啊！老夫何喜之有？哦，恭喜老相爷，贺喜老相爷，贵婿。什么贵婿？贵婿薛梅亭，人才出众，才貌吃口。还有何话讲？有。现有胡府台书信一封，老相爷观看。呈上来。是。外相死后，炸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听差官之言，只怕此事不佳，待我测试有关。胡进顿首拜相尊，春风送喜表寸心。学生无上上书词，轩然大波，洞悉人情。卑职仰慕陈龙廓，宁愿获罪杨风尘。下期何日天时下，亲送贵婿进都城。呸！看怕是心马虎精，邀功报喜家堂臣，虽可恨春好乱罢。相爷，小人报喜。啊，又是什么喜呀？小姐到啦！